大家好，又係我 Remus 啊！今日嚟到呢個葵芳，同大家介紹兩個600萬以下嘅三房單位，一個呢就跟住我後邊呢個葵芳角啦，咁另一個呢，我哋陣間就會過去葵興地鐵站睇下嘅新葵興花園。好，我哋而家出發。葵芳角位於葵涌葵二路15號，發展商係樂基兄弟，入伙日期由1984年5月開始。葵芳角一共有3座，提供592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397尺到473尺。葵芳角交通便利，鄰近葵芳港鐵站，小學校網係65，中學校網係葵青區。我哋先嚟參觀呢個位於1座高層嘅 F 室，實用面積473尺嘅3房單位。好啦，咁我哋先睇睇個廚房先啦。始終都係得400零尺3房啊，咁所以變咗佢個廚房空間呢就會較細，應該就放唔落雪櫃啦。咁變咗個雪櫃就要擺喺廳。好啦，咁我哋再出嚟個廳望一望。咁其實廳個面積都唔細啊，咁可以分到好明顯嘅客飯廳位置嘅。再跟住就到洗手間，洗手間都係改咗做企缸嘅。呢間係第一間細房。咁啊，望返過去葵芳地鐵站新葵芳花園嗰邊嘅方向啦。呢個另外一間細房，其實叫細房其實都唔細，你見到可以擺到一個雙人床，再加個衣櫃。好啦，最後就嚟到主人房啦。呢間房會比另外嗰兩間房嘅面積再大少少嘅，放得落雙人床，跟住一個梳妝台，再加個衣櫃位。好啦，咁我哋呢度就參觀到呢度先，跟住我哋去睇下一個單位。好啦，咁第二個單位咧就喺葵興地鐵站嗰邊嘅，咁我哋咧就試下唔搭地鐵，穿過呢個葵涌廣場啦。其實沿住葵芳路行過去咧，大概都係10分鐘左右路程嘅啫。話咁快，我哋就嚟到葵興地鐵站啦。先嚟簡單介紹下呢個屋苑嘅資料先啦。新葵興花園呢，位於葵涌大窩口道161至165號，發展商係新鴻基，入伙日期由1983年6月開始。新葵興花園一共有3座，提供600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440尺至570尺。新葵興花園交通便利，鄰近港鐵葵興站，小學校網係65，中學校網係葵青區。我哋今日參觀呢個位於 C 座低層嘅7號室，實用面積570尺嘅3房單位。好啦，咁一入屋，我哋會先望望個客廳先。其實佢個客廳幾闊嘅，大概有10尺左右。咁所以變咗咧，業主佢就將嗰個客廳電視櫃咧褪前少少，間咗做一個少少嘅儲物空間。咁間咗之後，其實個客廳都仲有8尺左右。可以見到其實個客廳都仍然仲好闊咯。
跟住呢邊就係個飯廳啦。廚房個燈壞咗啊，咁所以比較暗少少，希望大家睇得清楚。跟住呢個係其中一間細房，浴室。另一間細房，跟住就嚟到主人房啦。呢間房嘅面積係最大嘅，不過應該業主佢就唔係用呢間嚟做主人房啦，佢就擺咗張上下格床啦，同埋個衣櫃。好啦，兩個單位又睇晒啦。今次大家又覺得呢兩個單位點呢？呢兩個單位咧都係距離地鐵站零距離，同埋兩個單位都係600萬以下嘅喎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觀下呢兩個單位，歡迎留言話我知啊。同埋如果大家有興趣睇更加多平靚正筍嘅單位，記得俾 like 同訂閱我 channel啊。拜拜。